好多香港朋友咧第一次接觸中山啊，都會問我一個問題啦。咁中山咁大啊，究竟邊一個區咧先適合香港人買樓呢？咁其實呢個問題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喎，因為咧中山唔係一個細嘅城市，咁全市嘅面積咧已經係超過咗1800平方公里嘅。唔同嘅區域之間咧，無論係生活嘅配套、交通、人流，甚至係未來嘅發展方向咧，都有明顯嘅分別嘅。咁有啲地方咧係適合我哋退休生活嘅。有啲地方咧係適合長期去住住，咁有啲地方咧都係比較適合投資同埋規劃嘅。咁如果你係第一次嚟中山睇樓嘅話咧，只係聽啲銷售一邊講邊度有規劃啊，邊度嘅價格平啊，咁就好容易買完之後咧就係發現啦，原來呢個地方並唔適合自己嘅。所以今日呢條片咧，我就用一個香港買家嘅角度啦，同大家分析一下中山幾個主要嘅區域到底有咩特點。第一次嚟中山買樓，到底應該重點睇邊幾個地方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1K 管家，我係阿咪，訂閱我 1K 知多啲。咁講中山之前啦，我先同大家講個觀念啦。香港朋友買中山嘅樓咧，千萬就唔好用香港買樓嘅邏輯同埋思維去判斷，因為咧香港嘅地方並唔大，一個區域咧可能10幾分鐘咧就去到另外一個核心嘅位置。但中山唔一樣，中山不同嘅板塊之間嘅距離咧係比較遠嘅，而且咧每個區域發展嘅定位咧都唔同，所以買中山嘅樓咧，第一步唔係話睇邊個樓盤，而係先確定你想要一種咩樣嘅生活。如果你係退休養老嘅，你關注嘅咧可能係環境啦、醫療啦、生活嘅便利啦。如果你係長期自住嘅，你關注嘅咧可能係成熟嘅配套、交通、人氣。咁如果你係投資嘅，你關注嘅咧可能就係產業啦、人口流入同埋未來嘅發展啦。咁根據我接觸香港客戶一啲經驗啦，中山比較多人關注嘅區域咧，主要咧就可以分為幾個方向。咁第一啦就係我哋有石岐、西區同埋我哋嘅東區為代表嘅中心城區嚟㗎啦。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嘅火炬開發區同埋我哋嘅馬鞍島方向嘅。咁第三個咧就係我哋一個南朗生態區域啦，同埋我哋第四個咧就係我哋一個坦洲啦、山鄉呢啲靠近珠海嘅區域嚟嘅。咁首先講下中心城區啦，咁包括我哋嘅石岐啦、西區啦、東區啦。如果你係第一次嚟中山嘅，對中山完全唔了解嘅，我個人覺得咧，中心城區咧一定係最應該先了解嘅地方。原因好簡單，因為買樓咧最終咧都係為咗生活嘅。咁中心城區最大優勢咧就係成熟啦，例如我哋日常嘅生活需要嘅商場啦、餐飲啦、醫院啦、同埋市場啦、公園啦，基本咧都係比較集中嘅。咁對於退休人士嚟講咧，最大嘅好處就唔需要等幾年後嘅兌現同埋規劃啦。咁買完之後咧，生活馬上就可以展開㗎啦。特別係東區已經係屬於我哋中山傳統改善區域之一嚟㗎啦。咁城市嘅界面咧，相對於成熟，環境係比較舒服嘅，亦都有唔少香港客戶去關注嘅。咁石岐作為我哋中山嘅老城區咧，最大嘅優勢咧就係生活氣氛濃厚啦、商業成熟啦、日常嘅生活便利。西區咧近幾年咧發展咧都係比較快嘅，交通同埋商業嘅配套咧不斷咁完善。對於預算有限嘅，但又希望靠近城區生活嘅朋友咧，可以重點了解下。咁當然啦，中心城區有一個特點咧，就係價格通常唔會平嚇，因為成熟嘅區域嚟講咧，本身就有一定嘅價值。如果你買樓主要係目的係想退休嘅、住嘅，而唔係話單純追求最低價格嘅，中心城區咧會比較適合嘅。第二個區域咧就係我哋一個火炬開發區同埋我哋嘅馬鞍島。咁呢幾年咧，相信好多香港朋友都有聽講過馬鞍島。最大原因咧就係深中通道開通之後咧，大家更加關注深圳同埋中山之間嘅連接。咁火炬開發區咧本身就係中山比較重要一個產業區域嚟嘅，有產業、有企業、有就業人口。而馬鞍島最大優勢咧就係交通發展嘅潛力啦。距離我哋深圳前海係比較近嘅，咁深中通道進一步縮短咗兩地距離啦，所以吸引咗唔少希望佈局灣區未來發展嗰個買家。不過咧，我都要提醒大家，投資角度同埋住角度咧，一定要分開嚟睇。如果你係投資嘅，關注未來嘅發展、產業、人流，咁咧火炬同埋馬鞍島咧，確實係值得關注嘅。咁如果你係想退休嘅人士，希望樓下馬上就有成熟嘅商業、醫院、菜市場，就要具體睇項目位置啦。因為新區發展咧，通常需要時間。買新區買嘅係未來，買成熟嘅區域咧，買嘅就係現在嚟㗎。呢個區別咧一定要搞清楚。咁第三個區域咧就係南朗啦。咁南朗其實好多香港朋友咧都比較熟悉嘅。
因為靠近珠海，而且咧環境相對於舒服。如果你中意自然嘅環境，唔追求市中心嘅繁華嘅話咧，希望生活嘅節奏可以慢一啲，南朗咧有一定嘅吸引力。咁尤其係對於退休人士嚟講，有山有綠化同埋環境咧相對於安靜嘅，咁佢比較符合部分香港朋友對養老生活嘅想像。不過咧，南朗不同嘅位置差異咧都比較大嘅，有啲區域咧生活方便，有啲區域咧可能就需要依靠開車㗎啦。所以如果選擇南朗啊，一定要重點睇下周邊嘅配套，而唔係話只睇環境。環境可以吸引你，但長期生活咧最終係離唔開便利嘅。第四個區域咧就係坦洲、生鄉，咁呢兩個地方咧最大特點咧就係靠近珠海啦。對於部分香港、澳門嘅朋友嚟講咧，吸引力就在於距離珠海近，生活圈咧可以連接喺珠海。咁尤其係坦洲，因為長期承接珠海外溢嘅人口啊，咁所以一直咧有唔少嘅港澳客戶咧特別關注嘅。優勢咧就係價格相對友好，上車門檻咧就比較低。對於預算有限又希望靠近珠海生活圈嘅朋友嚟講咧，佢有一定嘅吸引力嘅，但缺點咧都係比較明顯嘅，就係唔同區域成熟度咧差距咧都係比較大嘅。同一個板塊入邊，交通、商業而且居住嘅氣氛咧可能完全唔一樣嘅，所以選擇坦洲同埋生鄉一定要睇具體位置，而唔係話單純覺得價格平就可以買啦。所以總結一下，如果你第一次考慮中山買樓咧，我個人建議咧可以咁去分析。如果你係退休養老嘅，比較重視生活嘅便利嘅，可以優先了解東區、石岐同埋西區呢啲成熟嘅城區。如果你係比較關注未來嘅發展嘅，希望靠近深圳嘅方向嘅話咧，可以研究我哋一個火炬、馬鞍島。如果你係中意環境、追求慢生活嘅話咧，可以睇睇我哋嘅南朗。如果你預算有限嘅，希望距離珠海近一啲嘅，可以了解我哋嘅坦洲、生鄉。咁其實中山咧冇有一個區域咧可以講一定係最好嘅。只有咧最適合自己嘅區域。咁買樓之前咧，最緊要咧唔係人哋同你講邊一度一定升值，而係先諗清楚你未來10年希望嗰種咩樣嘅生活。你係想平時每日買菜方便、睇醫生方便、樓下有商業嘅，定係希望環境舒服嘅、空間大嘅，又或者你更加關注未來嘅投資機會嘅？答案都唔同嘅，選擇自然就唔同啦。所以香港朋友第一次嚟中山買樓咧，我個人建議啊，唔好一開始咧就急住睇某一個樓盤，而係咧先了解個城市，再了解呢個區域，最後咧選擇具體嘅項目。因為買錯一個樓盤咧，可能只係幾十萬嘅差距，但係選錯一個區域嚟講咧，影響嘅可能係未來10幾年一個生活嘅體驗啊。咁如果你都關注香港同埋大灣區之間嘅自然選擇，歡迎喺我哋嘅評論區留言，講下你最關心中山邊個區域，我會繼續分享更多大灣區自然嘅資訊。記得關注訂閱灣區管家，我係阿咪，灣區字多啲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